国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被中共病毒夺去了生命，到处放满了尸体，火葬场大排长龙。中共政权极力掩盖，发布的疫情数据难以自圆其谎。民间发布的大量一手信息资料显示，中国因中共病毒疫情死亡的人数巨大。尽管如此，北京市疾控中心在1月13日上午召开了中共病毒防疫表彰大会，宣称3年来在疫情防控、大型活动保障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稳步推进了首都疾控体系建设迈向了新台阶，引发了众怒。1月13日，有网友在推特发帖说，北京1个月死了几十万人，市政府还敲锣打鼓开表彰大会，在尸骨堆上庆祝伟大胜利，简直是不要脸。在舆论的强烈谴责下，北京疾控中心官网和微博账号删除了表彰大会的相关报道。中共病毒疫情爆发3年以来，中共一直掩盖疫情真相。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公开批评中方提供的中共病毒染疫死亡数据不真实。迫于舆论压力，1月14日，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称从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中国感染中共病毒在医院死亡的人数为6万例。专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根据民间证据，真实的死亡人数至少应该成几十倍。专家认为，中共一直不情愿提供核酸的基因序列，感染率、重症率、死亡率严重违反了国际公约，也造成了疫情向全世界的扩散。1月15日下午，辽宁盘锦浩业化工厂发生了剧烈爆炸。视频显示，巨大的蘑菇云直冲云霄，工厂已被炸毁。有当地的居民反映，在20公里以外都能感受到强烈的冲击波。根据中共官媒报道，截至15日17时，因部分化工原料管线无法关闭，火势仍在燃烧。初步排查有4-5名工人处在失联状态，目前真实的伤亡情况外界无法得知。中国疫情燃烧，中共病毒染疫和死亡人数剧增，一些大城市的情况受到了众多的关注，偏远乡村的情况更为严重。1月16日，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的一位村民诉说，他们那里染疫死亡人数众多，遗体都埋在了自己家的地里，当地到处埋的都是死人，村子里的老人基本都死光了。村里还有一些退休的公职人员也死了，遗体拉到宝鸡市殡仪馆，但排不上火化，最后又都拉回村里进行了土葬。这位村民还透露，现在村民买不到药，医院、药房里面的药都抢光了，染疫的人只能在家里硬扛。与此同时，城市殡仪馆由于尸体堆积来不及处理，正在紧急加购火化炉。1月6日，广东省汕头市殡仪馆通过政府网站发出招标公告，应急购置2条火化炉。招标公告还明确提出，合同签订后3日内交货，10日内安装完成，并点火交付使用。招标预算费用为284.4万元。而汕头市并非个案，据不完全统计，1月份以来，中国各省政府网站上公布的招标公告中，至少有37个跟火化炉有关的招标书。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挑选众议员史密斯担任由参众两院组成的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誓言要加强对那些帮助和支持共产党政权的人员的审查。史密斯表示，在他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将会积极打击对习近平残酷独裁统治的跨国镇压，并加强对那些帮助和支持共产党政权的人员的审查。史密斯曾经主持了76次关于中国侵犯人权的国会听证会，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推进关键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他参与共同撰写的2项法律《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这2项法律要求中共对其令人发指的暴行负责。史密斯曾4次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以及4届资深委员。他表示，将在其不懈的长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打击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史密斯议员长期反对给予中国优惠的贸易待遇。他表示，自从克林顿总统近30年前将人权和与中国的贸易脱钩以来，大多数美国政客和公司都通过不受约束的接触和贸易，使中国得逞和受益，而没有进行认真的人权保护。